喺今日呢條影片入邊，我會分析一下阿里巴巴同埋小米嘅走勢。喺片尾，我會分享兩隻我觀察緊嘅放量上升嘅潛力股。如果你想知道係邊兩隻嘅話咧，記得睇到最後啦。恒生指數方面，喺上個禮拜五收市升咗1.26%，成交量方面就不過不失。佢係喺呢一條嘅支撐線上邊開咗一支嘅陽燭。不過美股方面咧就比較弱勢 ，QQQ 係跌咗0.41%，盤中亦都一度跌穿咗少少 MA20，所以之後嘅走勢要密切留意。跟住落嚟，我想講一講兩隻大價股阿里巴巴同埋小米。阿里巴巴而家咧就跌到去 MA120，開出咗一支嘅陽燭啦，其實係一個唔錯嘅買入點嚟嘅。成交量方面亦都幾大嘅，量比1.45。咁如果你相信港股仲有一波嘅行情嘅話咧，一啲大型嘅科技股啦，喺 MA120啊、MA200啲位去買入咧，長期嚟講都係一個唔錯嘅部署嚟嘅。小米佢嘅走勢咧係比阿里巴巴強勢好多嘅，成交量方面量比0.71係好細啦，成交量你會見到啦，波幅收窄啦，成交量縮小，其實係一個幾好嘅 set up 向上突破。所以如果港股有另一波行情出現嘅話咧，小米絕對係有權做嗰隻領頭羊嘅。跟住我想分享翻之前提及過嘅一啲股票，華虹半導體，佢今日嘅收盤價咧，正正就係喺上一條影片所畫出嘅壓力線。量比方面2.19，其實成交量係非常之大嘅。你會見到啦，佢呢幾日嘅成交量咧係不斷咁樣升高嘅。係唔知道有啲咩係推示緊佢有一個上升啦，但係從呢一個嘅形態嚟到睇咧，其實佢都算唔錯嘅。佢而家咧已經喺呢一條嘅上升軌上方有支持啦，而且佢係喺 MA50之上，喺個所有移動平均線之上，移動平均線亦都係趨平向上咯。所以預期嚟講，佢有可能喺呢一啲位置啦，度做一啲嘅盤整嘅。呢一條嘅壓力線咧，隨時會變成支持線嘅咯。咁我哋姑且可以再睇一睇佢之後嘅發展走勢係如何嘅。布魯可佢嘅股價表現係幾差下嘅，一支好大嘅陰燭啦，跌破咗 MA50，成交量巨大，成交量係大過之前嗰日添。咁所以暫時嚟講咧，形態上邊係唔係太好嘅，除非佢可以之後快速咁樣修補翻MA50嘅位置啦，好似呢度啦，一支大陰燭，但係佢之後可以好快收復翻，而且係股價往上升。中國中鏈佢係幾有驚喜嘅，上一條影片講到啦，佢有一個大嘅成交量，今日咧嘅成交量係再大啲，量比3.91啦，升幅2%啦，亦都一度升到去55個幾嘅呢啲位置啦。其實就真係唔知道咩事令到佢有一個咁嘅升幅啦。我哋再睇下 A 股，A 股都係升嘅，不過 A 股嘅形態上邊就比港股差好多啦。移動平均線仍然都係趨下嘅，但係港股已經有一個移動平均線不斷地往上咧，有好多金叉出現嘅時機。第一隻港股始終佢嘅波幅都幾大下嘅，佢可以一升好多，然後再好多支陰燭向下跌啦。同埋呢隻股嘅熱度就唔係好夠，咁可能係有啲消息嘅層面啦，或者有啲嘢醖釀緊。咁我哋即管再睇下佢之後嘅走勢如何。萬國數據一切正正常常，波幅收窄，低成交量嘅上升。恒基地產大成交量，量比3.16，咁大家都可能轉移去尋求一啲嘅收息股，所以令到佢呢啲股票咧有一個上升。之前有一條影片都講過啦，佢喺呢個支撐水平上邊咧，其實係有支持嘅。今日再創一個近排嘅一個新高啦，大成交量配合，所以其實係一個幾唔錯嘅走勢。長江基建集團佢仍然啦跌唔穿呢啲51.4呢啲位啦，51.4係一日嘅陽燭嘅底部啦，大約。咁下方咧，佢其實亦都有一條
下降軌嘅支撐線啦，一條 MA20 同 MA28啦，佢呢啲嘅支持位咧其實係好強。今日嘅成交量方面都唔細嘅，量比1.63，係好穩陣嘅一隻股票啦。心動公司今日就差咗少少啦，喺大盤升嘅時候佢係下跌嘅，股價咧仍然喺呢個 MA10之上啦，今日亦都有少少嘅反彈啦，喺呢啲45蚊呢啲位置其實都有個支持喺度嘅。如果個市係回落嘅話，而佢去到 MA10亦都有支持嘅，亦都係可能係一個潛在嘅機會嚟嘅。金蝶佢跌穿咗呢個旗形啦，其實就走勢方面就麻麻地嘅，咁可以再望一望佢之後嘅發展係點樣咧？金山軟件正正常常啦，已經而家唔係炒緊佢，所以佢反而係一啲波幅上邊都冇乜，你見到佢都股價都係咁樣，成交量亦都冇話有咩特別嘅。眾安在線佢終於嚟到呢個支撐水平，然後有一啲嘅支持啦。咁當然下邊亦都有 MA20嘅支持。佢會唔會再反彈就真係唔知。但係佢呢個股票就有少少穩定幣嘅概念啦。如果想去入手嘅話咧，其實喺啲位置度做，而個止蝕 set 係 MA20嘅下方呢啲位置啦，18.5嗰個搏一搏潛在嘅升幅，其實都可能係一個機會嚟嘅。粵海投資佢仍然喺呢一個位置裏邊去震盪啦，咁亦都係符合預期嘅。跟住落嚟，我想分享兩隻我觀察緊嘅潛力股。第一隻係舜宇光學，量比1.54，佢嘅成交量咧係唔細嘅，所以亦都因此引起咗我嘅注意。星期五嗰日佢升咗4%，盤中曾經升穿過呢一條嘅下降軌。佢收市價拉回，但係都喺呢一堆嘅 MA 之上嘅，都走勢都相當之唔錯。你見到佢一個浪啦，跟住兩個浪啦，而家三個浪啦，係不斷喺度收縮緊嘅。喺呢個價位嚟講，如果就算係呢一個位入，假設喺下方少少咗個止蝕啦，咁你可能係4% 嘅 risk， 而係搏緊一啲9至10%，甚至去到呢個位17% 嘅升幅，咁其實係一個幾唔錯嘅回報比例嚟嘅。第二隻留意緊嘅股票就係美高梅中國，佢星期五嗰日咧就升咗5%，量比2.08，成交量係非常之巨大。佢而家咧就喺呢個喇叭嘅形態裏邊去做一啲嘅震盪啦。呢一條下降軌咧，就係之前嘅一啲浪頂，呢一點啦，呢一點啦，呢一點啦，而形成嘅。上方幾條上升軌就係由呢兩日嘅高點啦所延伸出嚟嘅，而估計亦都喺呢一條嘅上升軌有一啲壓力啦，而反彈翻落去。大約11.5呢啲位咧，都係一個壓力嘅所在地。原本呢一個股票嘅價格走勢啊 ，MA 啊，其實都乏善可陳嘅。你見到呢度咧，都係挫上挫落，都唔係好靚嘅。而係近幾個禮拜咧，開始咧佢有個整理得比較好嘅形態出現啦。啲 MA 咧慢慢係趨平而向上啦，而且成交量方面咧，你會見到啦，綠色呢啲上升日嘅成交量係遠遠高於下跌日嘅成交量嘅，所以會唔會究竟有人喺度慢慢咁樣買緊呢一隻股票咧？其實就真係有機會嘅。預期啦，如果佢係一個上升嘅趨勢，佢應該係一底高於一底嘅，所以佢而家升到上去11.5呢啲位咧，就唔會希望佢落翻嚟到去10.5呢啲位嘅，應該就喺類似一啲綠色區間啦。呢個綠色區間咧，之前亦都有好多買賣盤嘅出現啦，而且而家嘅一啲 MA 嘅線咧，亦都係呢個位置水平，咁所以咧，佢預期可能嚟到呢啲位啊，即係大約11蚊呢啲嘅區間裏邊咧，就有支持而反彈翻上去。
不斷咁樣創新高，呢一個咧就係一個比較預期好嘅走勢。最後啦，MACD 方面，佢亦都開始有一個金叉出現啦。如果走勢係好嘅話咧，咁有可能咧係一波嘅升幅啦。咁啊，希望可以做得到。今日嘅分享到呢度，記得 like 咗條片之後就啊，拜拜。